後來閣來是有關驚嚇的命案，今仔日一審來宣判，這個作家王溫被判刑12年，藝人李威一年10個月，伊的太太一年8個月，兩個人攏會當假罪5年。啊，死者的兄哥來吐罵講，王溫判12年，傷輕咯。罰下作家王溫涉嫌假殺死查某信徒，經過年月審理，一審判決出來，查某信徒的阿兄阿姐全部到場，聽到王溫被判12年，攏感覺判傷輕。王韻老師真的是太殘忍了，活活的人在茶室裡面進去，出來是躺着出來，我覺得真的他的刑情判得太輕了。執行搜索。2024年事件爆發，檢警落門掠王溫伊面仔閣講起，伊不滿生出來查某信徒紀曉金唔對，就使用其他信徒給拍死。前面到藝人李威翁仔某嘛是信徒，王溫被判12年，雙費查某護法和查某主持各判10年。李威翁仔某和被害者家屬調解成立，分別被判1年10個月和1年8個月，兩人攏假罪5年。警署要說啊，先生。李威進前被指控佇咧群組上計會，規定時陣伊嘛身人在場，連罪嘛檢出案情內幕，轉有點證人。後續閣2擺前往到事務所會室內，兩邊達成和解。李威夫妻他們是有相對的有坦誠相關的事實，而這部分其實我們被害家屬是予以肯定的。死者家屬互相安慰，過去答辯規定攏到場，如今總算等到一審判決出來，要為小妹討公道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